地方风上头来看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主办的第5届台湾 Plus 文化交流的活动，今年是头一届伫咧日本的京都举办。这届活动的名称号做是京都新宝岛。这场活动内底包括音乐、放假、食食，甚至是宗教信仰，希望当强化台湾甲日本两国的交流甲合作。今年活动是以夜市为主题，现场有超过100个台湾牌子的单位。伫这个活动内底，会当听歌、看放假，也佫有真侪有台湾特色的好料理，是成几万人做伙来参加。除了要促进台湾甲日本的交流，嘛有少年世代新创文化展示。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今仔日暗时7点半，要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去日本的京都，来看真有台湾味的活动。好料理、音乐、甲服装等等多元的台湾元素，伫京都市矿业馆热烈出场。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为着强化台日的合作，每一年拢会去日本举办文化交流的活动。第5届台湾 Plus 今年头一届去到京都举办，咱国驻日本代表谢中庭嘛，趁这个机会拍拼推销台湾的特色。这叫做陈明章进国民较喜欢的台湾所以有大也是有去买的。我介绍给护士说，那个叫做温泉乡的味道是台湾的南亚市是北投温泉在唱的歌的看放假、听音乐、食好料理，各种的感受拢是一种文化交流。向来这个为家人边原来的气味，希望用闻到的感觉来听现属于台湾的故事。匂いすごいいい匂いもしてたので、ちょっとつけさせ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つけ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が、とてもいい香りでたちまち気に入ってしまいまして、彼女とお揃いで買いました。本当にたまたま通りがかっただけだったんだけども、いい出会いだったと思います。现场除了好食的食食，也有夜市啊游乐区，和尤其是耍个欢喜甲。这个穿拿白衬拖仔来领舞的头家，伊是一个日本都市设计师，三文治创业。伊伫大学时阵捌来台湾旅行，台湾夜市啊都有热热的气氛，互伊想要甲夜市的文化带来日本。我的梦想是在日本也有夜市这个文化，日本自己有，但是现在消失了。现在的日本需要这些城市里面的夜市文化。新たな交流、出会いをつなぎながら、さらなるこの将来に向けた日本と台湾の間の交流の架け橋となる。日本是真侪台湾人出国旅游头一个选择，台日友好毋是干那口号尔，两国伫文化交织当中产生独有优雅的气味。每一届的交流组织做珍贵的回忆，嘛为台日的经济、文化甲友情带来更较深的共识甲连接。记者洪条生、吴一修，日本报道。